观众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4个本土病例，各53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本土病例内底有7例是隔离中阴转阳，另外7例是还未找到感染源。以前指挥中心嘛有预告讲，边境放零的政策，入境的检疫期间可能会对14天减做10天。安尼民众嘛好现讲，问讲若安尼是接触者的隔离，敢会当缩短？但是中时表示，入境的检疫要先做好，再来考虑别项。抢有起来为少民众来到注射站注射新冠疫苗，而且是人来自，是因为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依然继续在传。指挥中心讲，16新增加67例新冠确定病例，分别是53例境外移入加14例本土的个案。这14例本土内底，桃园航境这个案例19763，因有去过后生因兜造成厝内底4岁查某孙来确诊，即阵感染源依然等待调查。另外，新店设计师案例19605也搁再隐形4例确诊，包含1个室友也有3位房屋行销公司的员工，感染的源头也无到来确定。另外，高雄家庭工作上互相小话是拖到连有手确诊，总共是有4例。昨天在这个高雄的凤山家庭群聚，跟这个高雄的红茶牛奶店的店员是2起哈。那现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跟这个炼油厂之间哈，不管是有足迹的相关，或者是说有这个用餐哈，店员跟这个客人用餐的接触哈，所以这2个加上今天的炼油厂归并成1起哈，所以目前总共是10条哈。如果来在隔离了后，确诊人数并无明显来增加。指挥中心在进前宣布边境放松的做法，包含入境检疫期建议对14天缩短到10天，推估上近今年3月中进前就会来实施。另外，外界也关心，国内因为接触确诊者遭到暴力隔离的民众，隔离期是不是看到会使比较来缩短？对此，陈时中表示，检疫期缩短先做好，再来做其他考虑。如果目标是有可能走向，大家都是会有7天这样的考虑，那就会看看说7天内被验出来的，或7天后再发病，它 CT 值是不是很高了？好，用这些东西好才能够做一个精确的判断。好，我估略大概1个月就可以看得出来的了。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即阵国内头一档的注射率是82.41%，第2档是75.82%，对甲第3档要31.73%。就伫新冠疫苗注射率慢慢提升的同时，莫德纳公司也宣布已伫台湾设立子公司。对此，指挥中心讲，展开商丘表达欢迎，并且强调无排除双方未来有各种合作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上新的消息，这是台东县嘛出现本土病例，那亲像是台北某一间旅行社的领队，伊是从做接触者站去病院做 PCR 采检，验出阳性。台东卫生局嘛经公布，这个民众伫台东的卡热，伊是北部人，昨昏坐无人机去台东，坐机动车去台东的贵店饭店，搁坐车去天野餐厅食饭。因为伊感觉有淡薄头晕无爽快，所以伊是一个人食尔。当去饭店休困的时，接到台北市卫生局的通知，讲伊是接触者，爱随居家隔离，嘛有甲这通报予台东县的卫生局知，卫生局遂安排伊去做采检，了后发现伊确诊。目前台东的卫生局有8人爱做居家隔离，若餐厅、饭店早暗拢已经完成消毒，伫今仔日会停业1天，会阁消毒1届。来关心伫南部，昨昏是有7个本土病例，有3例是高雄港群聚感染确认对象，解除隔离进前后验出阳性。另外，伫台南有加1例，高雄中油的大拿厂是加3例。员工伫工厂内等体检，中油高雄大拿厂这2天啊紧急调回2000外个员工体检，因为大拿厂传出有3员工确诊，确诊员工所属的工厂拢总有4班，破病的3人是属共1班，其他3班体检了后目前无阳性个案。第12蒸馏厂的员工匡列了52名，这其中包含跟已经知道的确诊个案有同车的这些员工。那这个我们采取的是居家隔离的一个状况。南部昨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当中，除了3例是旧的传播链确认隔离者，该隔离前采验阳性，其他4例其实拢甲14确诊的大商母仔囝相关。大商的后生因为工作有接触过中油按19863的家属，这个家属迄天就互人确认采验阴性，电脑是按19863通知中油有厝的人防隔离，伊家己验出阳性。
是确诊的红地店员工甲有接触，可能就是互伊围着。CD 值的变化、血经血的观察，好，那以及相关的我们有调阅录影带，好，那发现说他们两个有接触，而当时2位都并未戴口罩。环保局人员来中油员工去过的所在消毒，不过台商后生的团部唔那高雄，因为伊12确诊前捌拜访台南的朋友，伊14确诊了后，朋友也马上互人科列隔离，隔天就发烧确诊。目前也有9位接触者有待观察。那跟按1986同框的本来还有9个这个友人这个家人都是1973的接触者，目前还没有出现其他异状。台中后生相关个案已经累积4案，目前也无查清楚母仔囝感染源，引起指挥中心高度关心。高雄市政府也针对台中母仔囝加中油大篮厂相关接触者，可列拢总700多人，要用 PCR 加基因定序，希望赶紧查清楚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通园昨昏是加一个本土病例，这是通园机场的警察维护伊的查某孙。这个囡仔读的幼稚园已经停课停14天，有可能94个人爱居家隔离。不过卫生局即马发现讲，这个警察伫疫情调查的时讲话拢无老实，会甲罚6万。消毒持续咧进行，哪只开学阁有学生确诊，通园16新增加一个本土确诊个案，是通园机场航空警察，也就是暗号19763因查某孙。即马嘛验出阳性 ，CT 值是18.8。教育局紧急通知因查某孙读的幼稚园爱停课14天，嘛针对这间幼稚园的师生也有家长，扩大采检拢总448个人。戴文灿表示，确诊的航空警察伫疫调的时阵讲话无老实，伊13的时阵有去北投，在伊伫咧饭店食头路的查某囝转去因兜。目前已经通知台北市卫生局追踪调查，嘛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改罚6万块。戴文灿表示，目前国内也是有不明的感染源，社区的健康监测也是有必要，会保留桃园中路公园的采检站，也有中立的中正公园采检站，方便民众会当做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的大消息来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的边境，即马局势较紧张。虽讲俄罗斯有对外表示因已经咧撤军，也毋过美国甲北约拢讲无看到，颠倒是看到搁较侪军队伫边境集合。俄罗斯外交部是口说西方的媒体，日头大动作报道讲要战啊要战啊，嘛批评讲这拢是假消息。俄国国防部发布影片，战车结束演习了，开到火车的铁轨路边，准备要撤军。俄国总统普京也讲，俄国无想要战争，但是西方国家爱随解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代志。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美国并无看到俄国撤军，是看到重点部队向边界线叮当。I think, as Secretary Blinken also said, the Russian troops remain massed in a very threatening way at the border, and he was responding, I believe, to a good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y were delivering on what they had promised yesterday, and the answer was no. 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也讲，俄国嘅军队加坦克车来回线叮当，无登有撤军的证据。北约对卫星影像证明，俄罗斯并无自乌克兰边界撤军。But so far, we do not see any sign of de-escalation on the ground. No withdrawals of troops or equipment. This may, of course, change. However, what we see today is that Russia maintains a massive invasion force ready to attack. 德国外交部讲，会寻求欧洲安全甲合作组织，伫乌克兰东部派驻更加侪观察团人员。俄国嘅外交部是对西方媒体大幅度报道俄国可能入侵乌克兰，考试讲这个拢是假消息。К сожалению, для многих западных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эта самая война опять не состоялась. Опять же, было бы смешно, но мы оперируем все-таки тем, что пугает весь мир. 独立广场天顶有一面大面的那黄旗，临时制定的16号团结日这天，真侪乌克兰民众也国旗表达决心。总统泽连斯基讲捍卫家园到底。І ніхто ваш дім не буде так любити, як ми любимо. І ніхто, тільки ми разом зможемо наш дім захистити. 泽连斯基16又个视察白俄边境正伫咧进行的军演，伊也讲俄国撤军的讲法无证据。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奇昌编辑。
镜头搁转来咱台湾，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受东北风的影响，熬具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伫早起有针对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针对基隆、新北甲花莲发布大雨特报。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苗栗以北云会较高，伫遮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雨嘛较粗，落雨时间嘛较长。气象局伫早起已经针对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针对基隆、新北甲花莲发布大雨特报。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0度高。日时冷气团的小可减弱，北部的低温到21度。若拜五明仔载，全台湾水汽会变较济，落雨的范围时间嘛拢会变较快、变较长。拜六各具强烈冷空气的路南，天气会变寒，全台湾拢会湿湿冷冷，低温无到10度，会寒到后礼拜一。白话春天啊，天气变化有较大，乡亲爱细致。世界乡亲做伙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资深的艺人巴哥因为腰手癌伫昨暗过身，食到67岁。伊8岁就出来做囡仔明星。巴哥60年来有摕过3座金钟奖，伊是主持人，嘛有咧搬戏，表现拢真好。过身，互伊的马将拢真唔甘。来关心中国时报。2019年犯下台南玉井7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的放火案，姓詹的主嫌一审互判死刑。二审台南高分院是伊有心理障碍疾病，加上伊是自首的，即马改判伊无期徒刑。来看自由时报，健保会按算伫后礼拜五要开会，要讨论部分负担，避免民众因为免部分负担，无采药啊，清早去安排检查，浪费医疗资源。有风声讲，真侪委员拢支持，若部分负担上悬袂超过20%，嘛会定出收费的限度，目标伫今年要实施。继续关心全台湾，咱目前有超过17万个外送员，为着要减少外送员出车祸，公路总局即马拍算要定一寡指引，互业者会当去调外送员交通违规的记录。毋过外送员工会即马是积极讲，安尼做有涉嫌侵犯隐私。外送平台业者是表示，因会甲外送员参政府做伙参详，看安怎做上好。骑车来到超市头前快速停车提货，结果装入外送箱，要赶伫指定时间内送到客户遐。后疫情时代，真侪民众连生活用品拢挖靠即个外送。不过今年陆续出现外送员的交通事故了后，公路总局决定开定期查来查访。伫15拜二会动监理甲警察机关进行的执行机车扩大路检作案中，查到外送机车189台次，有23件是违规的。最比较多的就是外送员里面。它有一些那个车辆的改装哦，那改装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请我们所管辖的监理所站去针对召回临检改正。其实为了减少外送员的事故，公路总局已经拟定机车外送员交通安全指引，最近就完成，希望约束平台业者落实管理的责任，也提供外送员交通违规记录，互平台业者来参考，执行路安的教育。也过安尼做引发外送员反对，因为外送员不是职业的司机，车辆也是私有的，可能甲家庭是共用的。烦恼公路总局互平台业者调看这个违规的记录，有侵害私密的疑虑。为什么我没有在工作期间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的工作权？我们并不是职业驾驶，法规定义也都不是营业车辆。那这样子到底有什么理由来要求外送员要做这样子权责不符的状况？对此，公路总局解释，业主本来就有权限来调看违规的记录，进前公路总局也捌提供过违规的记录，互平台来查核。对着工会反映侵犯私密，公路总局讲会敢提供外送员上线服务期间的违规的记录，互平台业者来参考。也呼吁平台业者应该加强教育的训练，临时以停权来剥夺外送员的工作权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疫情，高雄沙石场群聚感染病毒已经传到新北市。沙石场员工住伫北部的厝内人去围着。另外，新北市室内设计师的病毒基因的定数出来呀，伊是甲桃园机场的群聚感染有牵连。伊嘛威胁别人，威胁伊的厝内人，甲一个共餐厅食饭的青云人。
台北市大安区的这间餐厅，新北市的室内设计师，也就是暗号1965，捌来遮食饭。除了为互伊到共境的朋友，伫居家隔离的期间，阴性转阳性。找到嘛为互伫这间餐厅食饭的暗号19813，这个防COVID的隔离50多岁，捌做过3档疫苗民众，是台北市帮务代销公司的人员。车站那后厅16确诊 ，CT 值是22.1。车站捌去过大安区的甜路店，甲上山区的诊所，互医生看。伊的两个同事，一个住台北，一个住新北，嘛伫咧同一天确诊，也就是暗号19816甲暗号19859。指挥中心讲，新北的室内设计师，伊的病毒基因数列甲桃园机场的群组案是同款的。19859，他刚刚那个他的 CT 值刚出来，他 CT 是34.5。所以到底是从19665这样起头的，还是从19859这边传过来的？那这也要再厘清，那可能要2采的时候才能比较能够判定。暗号19816，伫台北市的行踪真侪，初6至15去过北投法鼓山的龙山寺等景啊景庙，还有银行、饭店、南门市场、餐厅、甲钱柜锁骨店等等。另外，高雄沙石抢的群组案，即嘛拖到新北。沙石抢的员工因老母捌带3个孙去苗栗佚佗，嘛小连续确诊。因查某囝甲囝婿拢有做过2档疫苗，伫居家隔离的期间阴性转阳性确诊。校友义强调讲，新北市上界重要的观察期是初7申请结束了后，到21这2礼拜的时间，而且配合中央2级防疫警戒的时间监测到28。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8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6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9732例。香港的病例是超过19000多例。中国超过10万例，日本即阵是超过416万例，那伫韩国已经超过15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9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是超过2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800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2100万例。来关心英国安德鲁王子的性侵案出现重大进展，原告的律师伫拜二的时向法院提交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安德鲁同意付和解金，而且讲要捐钱予协助受害者的慈善机关。也毋过安德鲁伫协议内底针对这个性侵案无承认嘛无否认，敢若表示遗憾。英国安德鲁王子被控性侵的民事诉讼，美国时间15有重大进展。原告朱福利的律师拜二向曼哈顿法院提交联合声明，讲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安德鲁会付一条无公开数目的和解金，并且捐一条钱予朱福利的慈善机构协助受害者。It also said Prince Andrew has never intended to malign Ms. Giuffre's character, and he accepts that she has suffered both as an established victim of abuse and as a result of unfair public attacks. 安德鲁伫声明无过在枪战前批评朱福利作秀，承认伊也是受害者，不过伊还无明讲家己深受涉入性侵，讲这违反北加美国中介性教育的发言人艾普斯坦往来。Now I should imagine that there's a big sigh of relief at Buckingham Palace and Windsor Castle that it has settled this and moves this out of the way and certainly takes away the probability that it would spoil the Queen's Jubilee celebrations in June. 英国评论家认为，达成和解和安德鲁摆脱诉讼，不过伊即马名声真歹，无可能再恢复公众的角色，民众的看法也差不多。Well, I don't know how they're going to get back, to be honest. The whole Prince Andrew thing's just damaged their reputation even more so, and I think in 10 years' time, like I can't really see them having much influence. 安德鲁2019年被人逼供涉及美国中介性教育的发言人艾普斯坦的性犯婚丑闻，也佫被指控几多年前被性侵虐待迄当阵也未成年的朱福利，伊原本拢一直否认，不过尾啊媒体看出因两个人最近翕相的相片，只好失掉王室的职务，不过伊原闪袂过法律，王室名声一直受损。今年1月挽掉安德鲁的军阶甲王室的名头。也未搁再提供伊金钱援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继续关心咱台湾的友邦洪都拉斯，伫顶个月底才举办新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那留任的前总统叶南德兹，即马是因为去互美国的司法部讲伊协助卖毒品去美国这个罪名，要求引渡去受审。15伊伫徛街，互上百的警方掠去。挂卡了手铐，穿防止考前的甲，洪都拉斯前总统奥兰多·叶南德兹变做犯人的款，15互人公开电视的媒体甲全国人民的面头前。因为去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协助卖毒，2月初拄下任的叶南德兹列入黑名单，要求将伊引渡去美国受审。超过上百个警力10时半暝包围叶南德兹伫首都德古西加巴的高级厝邸，等15法官发出拘捕令，正式逮捕，全程拢予国营电视台翕。Al final, los que están involucrados en narcotráfico van a terminar en la justicia de Estados Unidos. Y Estados Unidos ha demostrado en eso, que ha sido firme, inflexible en investigar a las grandes estructuras de narcotráfico de Honduras. 现年53岁的叶南德兹，2014年当选总统，今年1月27日拄下任，捌当作是美国伫中美洲的重要盟友。竞选连任，原来得到当时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2004至2022年中间，暗号暴力卖毒集团，和哥伦比亚加委内瑞拉所生产的毒品，经由洪都拉斯转卖去美国甲南美国家。总统任内，阁收几落百万美金，暗号毒贩使用军火。伊的小弟当年叶南德兹也因为卖毒的罪名，2021年伫美国扣人判终身加禁。叶南德兹执政8年，互人指控乌道治国，逼使着民众爱偷渡去美国生活。虽然叶南德兹进前否认一切指控，不过1月27下任了后，就加入中美洲议会，希望借由议会协勉权逃过司法的起诉，不过显然无成功。引渡去美国的司法程序恐惊要2至3个月。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甲俄罗斯即马因的局势真紧张。即马是传出俄罗斯飞行器300挖进美国的侦察机，美军即马是警告讲，安尼会造成严重危险的后果。来关心巴西里约热内卢落大水后造大水，嘛水崩山，上无是造成78个人死亡，还有几啊百人脱离。来关心新加坡按算要放零入境的检疫规定，包括咱台湾一寡低风险的国家，入境新加坡就唔免做 PCR 采检，干那爱做快筛就用的。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咱政府已经宣布要放令日本福岛5万只食品会当进口。台中市的幼教团体昨昏是开记者会，讲拒绝这日本的食品进入幼稚园。那总统蔡英文伫民进党的中常会顶头，伊是搁一摆强调讲，政府一定会做好食安的把关甲管理。另外，政府嘛会争取咱台湾加入 CPTPP。守护幼儿健康，拒绝核食入园，拒绝核食入园。台中市6大幼儿教育团体甲台中市长罗秀燕共同召开记者会，声明拒绝进口日本核灾区的食品入去幼儿园，因为有不少家长烦恼讲，幼儿园的灶骹大部分拢是家己设立的，若是无甲厂商签契约，烦恼囡仔若食到会影响健康。就跟猪肉一样啊，既然你没有标示，那我们就全部拒绝让日本的所有的食物进入幼儿园，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保护到我们家里的小孩啊。不让核食入园，不让孩子们吃到这些有风险的食品。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跟台中市政府我们之前的声明跟政策是一致的，是不谋而合的。台中市长罗秀燕赞成幼教团体的声明，而且强调讲，市府会紧急采购设备，还有增加卡手，加强食材把关甲稽查。面对3月份日本福岛食品就要解禁，国民党是悄悄反对，而且呼吁民众唔通买，嘛唔通食福岛的食品，要求蔡政府都要严格把关，标示嘛要清楚。也若总统蔡英文伫民进党的中常会，搁一届强调讲，会甲食安的管理做好。无论是美猪进口，或是日本5项食品进口管制措施的调整，政府都有能力，也一定会做好食安管理，严格为人民的健康把关。因为传出 CPTPP 到底要召开会议，蔡总统嘛强调讲，伫排除美国猪肉甲日本食品的障碍以后，爱把握这个真有利的机会。
做好体制调整的手法，也有协助产业转型的配套，尽上大的努力来争取加入。嘛，且党公职唔通袂记哩爱持续甲大众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有3个伫咱台湾读册1年的查某囡仔，这3姊妹啊，因的老爸因为违反银行法，被判1冬外，缓刑3冬，永久居留证嘛被撤销。这3姊妹啊，即马被通知讲爱离开台湾。啊，那读中山女中的大汉查某囝，就写批予内政部长齐国勇တင်情，嘛依照规定有提出申请。移民署召开审查会，即马决议无要赶走这3个查某囝，这三个查某囡仔，会使由因的老母重新提出申请居留权。母女4个人行出移民署，面上充满笑容，因为不安的心总算会当放下。面对镜头无愿意受访问，由律师代替回答。对于妈妈的部分是不予驱逐出国，然后并且请当事人来重新申请居留。那我想目前暂时性的，我们应该可以说就是可以非常感谢审查会去尊重这3位未成年子女在国内已经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的这样一个处境。印尼籍3姊妹因为爸爸的台湾永久居留权被人撤销，和移亲来台的姊妹3人，互人通知爱伫3月初9限期离开台湾。读中山女高姓陈的大查某囝写批向内政部长齐国勇တင်情，希望会当留伫台湾读册，完成学业，也依照规定申请审查。移民署因为来召开审查会，16月决议3姊妹会当继续留伫台湾。那这个案件陈家3姐妹决议的结果是不予强制驱逐出国，那并请其重新申请居留。那后续呢？那我们移民署会全力协助。3姊妹爸爸永久居留权被人取消，是因为2年前替印尼同乡汇钱违反银行法，被法院判缓刑3年。这届移民署表示，因为妈妈已经申请到工作签证，会当留伫台湾，也互3姊妹会当对妈妈继续留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镜头来南投县的新义乡九美部落有布农族，嘛有族族。也毋过人较少的族族传统文化豆豆咧消失，所以九美部落的族人就重建族族传统聚会场所，希望会当传承复兴族族的文化。一群族人围伫咧木造的建筑物边唱歌，这是族族的传统聚会场所——夫妇。南投信义乡的九美部落是族族甲布农共存的部落，部分的族族文化已经渐渐消失去啊。九美嘛已经有70外冬无看到夫妇啊，即卖有族人搁再重现。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让孩子去学习，对，所以在整个建筑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已经有了很多的学习。然后再来，我们有一些邹族的耆老啊，他们会进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传讲一些他们过往的故事。九美部落重建这个查甫查某、大人囡仔拢会当斗阵的集会所夫妇，除了让九美的族族囡仔会当来学习传统的建筑工法，也有传承部落的文化。我们希望利用传统的这个智慧，加上我们森林经营的理念，来开办这个森林的原住民的学院，让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跟经济都繁荣起来。透过林务局甲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合作，协助九美部落进行山林的管理甲经营，那是希望会当复兴部落的文化，嘛会当进一步推广，带动地方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丰庙逐年元宵拢会举办歌丁比赛，今年受疫情影响，规模有救水，也毋过来报名参加的作品嘛有上百件。无论是古锥的模样，还是看起来气势十足的好，每一只歌丁拢是参赛者用心制作出来的。新竹县丰庙自1932年开始，逐年元宵节拢会举办传统歌丁比赛。到今已经有90多年历史。去年已经有疫情了就有总共有185个花灯，但今年剩下144个。以前是用那个竹子那现在都是用那个铁丝然后呢，外面就是一层那个骨，就肉都有骨有肉，然后从里面可以点火照出来的。
知道吗？除了高压顶比赛，还有趣味的叶味菜，现场的观众感觉真趣味。蛮有那种复古的意思，就我们小时候都会猜，就是元宵节都会猜灯谜。很开心，明年一定再来。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来比赛的高压顶是比过去较减，不过嘛是有900件作品来参加，让大家感受元宵节的热闹气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邀请旧年各县市台语演讲比赛特优的学生囡仔去行政院开讲，是去行政院的大礼堂。苏贞昌是表示，这个大礼堂是院长交接的所在，所以大家去遐就是要表达对武器的重视。蔡你爱讲台语啊？好，正确答案。哎呦！甲学生囡仔面对面用台语开讲，2月21就是世界武器日。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邀请各县市旧年台语演讲特优的学生来坐，表达希望大家不管时就要记得讲武器。阮细汉伫学校，袂使讲家己台湾话，讲台湾话爱互关便所，爱去洗便所，爱挂洗牌啊，搁爱发国卡。即马会当讲啊，所直接无爱讲，迄就真害咯。趁机会提起大家爱讲台湾话，家长老师拢有责任感。这届行政院邀请这些学生，伫比赛当中拢会当讲是过关斩将。伫院长边的教育部长嘛提起竞赛政策的转变，甲院长做屏东县长时的故事有关系。伊捌拄过去颁奖嘛吼，颁奖的时，哇，今仔大家足欢喜的，哦，院长嘛颁甲足欢喜的，大家甲问讲，啊，你啥物几岁？啊，你甲啥学的？大家说硬硬唔知免哪，各位就知影讲，这就是咱无落实的所在吼。所以讲院长，伊迄个行政院那个宴会啊，耳提面命很多次，伊讲这爱改变。潘文忠表示，因为政策的改变，这几档的本土语言竞赛变作唔那是干那背尔尔，语言才通真正伫生活中来使用。苏贞昌嘛强调讲，语言端文化别，老母教的话就叫武器，是上水的语言。记者陈亚文李孝凯台北采访报道。教育部按算3月份的时要公布国中、高中上课的时间新的规定，让学生囡仔唔免遐早去学校。那最近这个议题嘛引起侪人的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地方的教育局是表示，尊重民主，学校会当讨论出共识，安尼就用的。到底敢要取消早自修或者是调会，最近引起讨论。台北市立成功高中经过校务会议讨论了后，决定拢取消。学生8点10分进前到学校就会当。即马台北市立松山高中经过讨论，也调整上课时间，拜一甲拜五2天8点10分进前到，其他3天7点40分进前到。而且鼓励学生参加调会，会当拄爱校服务，也会当消警告。3月份正式实施。其实本来大家意见无啥共款，但是阮有伫校务会有讨论讲政策法令的改变，咱会使去讨论，只要会使让学生啊学习的状况愈来愈好，咱来拍拼努力安尼。学校内底一定要有重视啦，那用安尼鼓励学生来参加，那当然是学生那边嘛会使认同啊，学校嘛会使认同，基本上就是会安尼行。教育局表示尊重学校校务会议甲民主定数的决定，民间团体是肯定学校和学生囡仔自由运用第一节课进前的时间。不过有完全中学的校长表示，国中甲高中到学校的时间无统一，老师歹管，也可能产生安全问题。有的学生也较早来，也较早来嘛是伫教室咧参加迄个自主学习啦哈，无老师的时阵，学校的行政人员佫无啥教，所以这个时阵就会造成学生安全的问题。废除以后，足侪学生嘛是提早来，即马有足侪微课程社团，足侪安排爱学生家己的时间。教育部预计3月份会公布新的国中甲高中作息规范。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会尊重中央，再过来因应做调整。记者阿明金正派文台北报道。
卫福部伫去年12月份有一个医疗单位设置标准修正草案，是规定一寡亲像新的诊所嘛，拢爱有无障碍设计，方便时代甲身心障碍者出入。抑阁有一寡空间较矮诊所，敢无法度做较到，嘛有引起讨论。民众团体伫昨昏是有召开记者会，因支持政府的做法。卫福部去年12月，一个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修正草案，要求新的诊所伫挂号柜台、通道甲出入口、便所等等空间，要有无障碍设计。以楼地板面积300平方公尺甲1000平方公尺做标准分3级，要求一定的空间大小、无障碍出坡、唱花等等安排。16身心障碍团体召开记者会，表达对修正案的认同。卫福部在设定这个医疗公共政策的时候，已经说了很清楚，就是分流的医疗。我们这些行动不方便的坐轮椅的朋友，结果他连一个诊所进去看病也不过5到10分钟就可以结束的，结果呢，就要被逼迫到大医院去看。根据统计，目前台湾的诊所有93%左右楼地板面积无300平方公尺。目前的修正草案，干那针对新起的诊所做规范，针对原本就有较细间的诊所，更有法度做相关改善。拨一些预算，然后给我们的那个诊所哈，让他可以做一些小部分的改善，先买一个斜坡板，跨上去，那个我们就可以进去了。这就这么简单，不是强制性的。虽然新的修正案无牵涉到旧诊所，不过根据医界人士表示，也是有业内人士对法案有疑虑，尤其是针对新起但是空间较矮的诊所、偏向诊所等等，认为春秋空间无够。卫福部嘛已经发函表示，会伫预告期间结束以后，再邀请相关团体开会讨论。记者郭本张随台北报道。经过2冬的修复，屏东县政府甲屏东的薰草场改做一个文化基地，伫月底要开幕。头一阶段开放薰草馆甲客家馆，各具大武山特点，也有国强特点，而且嘛利用科技，互民众参加艺术品活动。走入薰叶工厂，这个古机具看起来真有科技感。因为加添灯火甲音乐，有86年历史的屏东薰叶厂，捌是全台湾规模上大的分区。2004年关厂了后，原地薰叶加工区，即马已经成做薰叶博物馆，所有的加工机具拢保留落来。介欢喜就对啦，讲哇，这里还阁安尼阁保留落来，还阁保留甲遮好吼，无全呢消失去安尼。薰叶馆彰显台湾薰叶产业的历史，规个文化基地有真侪真正式的活动体验。完全是原创的哈，就是我们大武山原有的一个花种。4棵位啊，拢是报餐花甲樱花，刷落来转变做暗时的新秀，这拢是大武山的美景。除了这个大武山特点，另外，阁有故宫模范山水的特点，透过科技，古画中的马遐会当甲民众互动。进前吼是工厂嘛吼，咱即马活化一个文化基地，所以咱即马未来吼，咱屏东的这个足侪这个文化的设施吼，文化的场域拢会伫咱的平燕1936文化基地里面吼。屏东薰叶场面积有4.2公顷，将近20栋的厂房甲仓库。25开幕先开放4个馆，民众会当感受多元的屏东文化。记者邓家文来为做屏东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比利时。比利时即马有爱心团体最近伫街路，因在分一款送一款纸做的布棚，会当杂风，会当美好，而且方便搭嘛方便摕，真实用。把这款长四角形加三角形的旧纸板放进去车顶，那天气变冷时阵，范德史塔博就去比利时的路的发这种纸布棚。C'est chaque fois des transports de 20 tentes. 20 tentes. Et chaque tente peut accueillir 2 personnes. Une personne avec son animal de compagnie ou une personne avec toutes ses affaires. Parce qu'ils travaillent leur vie dans des sacs. 范德史塔博5年前开始纸布棚庇护计划，伊发现首都布鲁塞尔，若到冬天时阵，收容中心就溃满，而且政府禁止伫咧路搭一般的布棚。冬天天气冷，真侪龟朽拢困伫咧冷冰冰的路顶，互人看了真唔甘。
On ne peut pas résoudre le problème de fond comme ça, mais on peut soulager les humains dans leurs difficultés de la nuit, de la journée, du quotidien. C'est un peu ça que j'essaie de faire. 这种纸布棚的构想来自日本的凹纸，真紧就当天开，若要收，个人凹合起来，要炸也真方便。会当炸风冻好，个会当有淡薄仔温度。C'est un peu difficile, c'est douloureux, tu vois. S'il y a un coup de pouce, peut-être on sauve les gens là. Ouais. Tant que moi je dors dans le chaud, je s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dehors, parce que tout le temps je suis avec eux. 一个纸布棚差不多会当用2个半月，了后还会当回收。范德施塔博讲，布鲁塞尔差不多6000位过休，而且每年一直增加。伊希望大家斗相共，捐款资助纸布棚，或这寡无家可归的民众，会当有一个暂时住的所在。公司新闻市县林编辑。那讲到相亲，第一印象是真要紧。中国人这几年咧流行做医学美容，爱水是天性，大家拢想要互家己变水，有互人好的印象。也毋过嘛有出现一寡做医学美容的纠纷，所以北京就宣布讲要加强管制，即嘛禁止摕整形进前甲整形过后的相片摕来比对，摕来做广告拍宣传。就算无遮的广告，其实人客共款是叉，甚至即嘛阁有食头路人流行讲利用中昼顿短短的食饭时间，赶紧走去做简单的医学美容。雷射做美容针，做线性拉提。张小姐怎么拢会固定去医美诊所做美整形？10年前大家追求的一些美丽是比较标准化的，但最近好像感觉非常标准化的美呢又被颠覆了，要整成就是弄成比自己原本更好的样子，而不是说就自己本来就很美啦，就是做优化就好。甲传统整形手术比，美整形侵入性无遮悬，见效也较俗，做甲恢复的时间也较短，无需要特别排一天去做。最近上海就流行午餐整形，真侪人利用休档时阵去医美诊所排队做美容。因为它的修复期很短，就比如说打针，我可能打完我马上就是可以去上班。也毋过医美的需求多，纠纷也多。中国消费者协会就讲，2015到2020年所收到的相关投诉超过7000件。恶心的医美正做另外一种乱象。再加上北京当局为着要净化社会，去年开始对医美产业扩大监管的范围，禁止整前整后这种会造成外观焦虑的广告，那是违反罚正重。所以若要讲中国医美的前景正好，可能还阁来看卖咧。公司新闻市县林编辑。美国纽约新的市长亚当斯上任了后，伊是替学生囡仔健康设想，伊是规定逐礼拜5所有的学校餐厅拢爱提供素的菜的食面来推广食菜。因为即马食菜的食素愈来愈时行，伊设立咧有食不饱的业者嘛继续咧投资，伊要推出更较侪款的料理。50位总部西餐厅业者，也个美食评论员，做伙伫伦敦的日本料理餐厅就多马地参加业者办的食不饱料理品尝会，用铁板烘的照烧牛排，也个看起来真好食的煎饺，拢是用3D 列印技术，用黄豆、荷莲豆两倍，用脆豆、甜菜根等食材做的素肉料理。Mutton sometimes can be strong, but I like the way they recreate the juicy part of it. The texture is almost there. It's not the same fiber, we know that. 以色列新创公司 Defide Me 计划2022年要一个澳洲的市场开国家侪点。美国上大的城市纽约市2月开始，1800多间公立学校，总共110万位学生，逐礼拜5学校的早午餐拢会食全素。And I'm going to do the best I can to give them the options of a more healthier diet. 第一礼拜菜色有素的墨西哥饼、调味的菜花、乌豆番麦沙拉、水果加脱脂牛奶。Really a big shift from where they were with dairy-heavy foods like grilled cheese and pizza to things that are more sustainable and healthier for our students. 纽约市自2019学年度开始，禁止公立学校的餐厅提供加工肉品、奶酪三明治加哈梅三明治拢袂使卖，并且推行无肉8日的活动，鼓励学生囡仔食较健康咧。新任的纽约市长亚当斯，家己就是食素的，
伫咧竞选的时阵，就甲健康饮食列作伊的政见，尤其是要互学生食了较健康的。不过，对学生的反应来看，素食餐点的菜色可能也该设计一下，因为真侪人认为拜五食素的时阵胃口无啥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部甲东部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那明仔载拜五，咱全台湾水气会变较高、变较济。拜六的时，天气会反寒，会一直寒到后礼拜一。全台湾拢是湿个冷冷的天气，而且气温无到10度，乡亲爱穿好少。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8度至1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